这是点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结束美国之行返回达兰萨拉，司政和议长出席海外藏人作家笔会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出席印度各藏人定居点官员能力建设培训会开幕式，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美国出席国际领导人论坛。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新西兰，驻台湾办事处为在台藏人儿童举办夏令营。外交与新闻部在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举办西藏文化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圆满结束美国纽约的医疗及弘法行程后，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28号上午抵达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近郊的冈格拉机场，受到达兰萨拉藏裔民众和各方信众的隆重迎接。在尊者抵达冈格拉机场时，受到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印度各宗派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以及印藏民众和各方信众的隆重迎接。与此同时，在达赖喇嘛尊者从冈格拉机场至达兰萨拉勤宫的沿途，数千名藏人和各方信众在街道两旁手持哈达、藏香和鲜花等迎接尊者平安返回。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年6月21号离开达兰萨拉前往美国，并在纽约市特殊外科医院成功接受膝盖置换手术，随后于纽约州雪城的纳匹农庄进行了为期6周的康复休养。8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北美藏人社区在纽约市瑞银体育馆举行的长寿法会。随后，尊者启程前往瑞士，并在苏黎世短暂停留期间接见了藏传佛教噶举派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仁波切。期间，尊者出席了瑞士和欧洲藏人社区举办的长寿法会。另外，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海外藏人作家笔会于上周六8月24号在萨日高等藏语学院举办成立25周年庆祝活动暨格尔登仁波切颁奖典礼，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第11世格尔登仁波切、副议长卓玛次仁、议员白马错、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顿珠多杰、教育部秘书长金梅郎杰、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达瓦次仁等各界人士出席了庆祝活动。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在发表讲话时，着重谈到了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性，并向格尔登仁波切的终身奉献表达了诚挚的敬意。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需要在学校和社区中提高对阅读价值的认识，确保藏文文学作品能够传播到更广泛的读者中。司政边巴次仁还感谢格尔登仁波切一生致力于对藏语文的保护。司政对此表示，仁波切的贡献对于支持保护西藏文化和解决更广泛的西藏问题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他的奉献精神鼓励着我们所有人。此外，司政在谈到西藏境内的现状时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增加，寺庙和学校被迫关闭。他呼吁藏人和海外藏人作家笔会的成员保持警惕，尤其是在西藏面临越来越多威胁的情况下，加强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海外藏人作家笔会是国际笔会的分支机构，该笔会每年通过发表失踪和囚禁藏人作家的作品来捍卫西藏境内作家的言论自由。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主办，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研究所提供资助的印度各藏人定居点行政官员能力建设培训会于本周一8月26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亚洲度假酒店召开。
司政边巴次仁作为主宾主持了培训会议的开幕式。与会嘉宾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长班登顿珠、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副主任巴登平措、前定居点官员次仁多杰等嘉宾，以及来自印度各藏人定居点的行政官员等40多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讲话时，阐述了此次能力建设培训会的主要目标，即采用综合方法培养一批精通业务的官员，加强藏人行政中央的潜力，并着重介绍了第16届嘎夏的愿景等议题。司政还呼吁各定居点官员为即将到来的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庆祝活动提交初步建议书。司政还鼓励与会的各定居点官员和代表为各自的定居承担责任，制定符合总体目标并坚持民主原则的未来计划和项目。另外，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嘎玛格列、洛桑嘉措和丹增曲真组成的代表团，于上周一8月19号开始参加了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在芝加哥举办的国际领导人论坛。期间，与会西藏议员在论坛上向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美国两党对西藏议题的关注，以及当前的美国选举对西藏和全球的影响等议题。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300多名领导人出席了为期3天的论坛。与此同时，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康布强培丹增、次仁卓玛、曲扎嘉措和丹增平措组成的议会代表团，在成功完成澳大利亚的访问后，于上周四8月22号访问了新西兰惠灵顿，并拜会新西兰各界政要。在代表团对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曲扎嘉措议员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鲁瑟福学院发表题为《流亡中的西藏民主》的演讲。随后，与会其他西藏议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问答。在8月23号的行程中，代表团出席了新西兰领先智库亚太安全创新论坛主办的国际议会大会。西藏议员丹增平措就西藏的地缘政治意义为题发表了讲话。出席活动的有新西兰国会蒂姆·范德莫伦等议员、斐济代表团成员里内什·夏尔玛、驻新西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欧江安大使等政要。当天晚间，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拜会了驻新西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欧江安大使，双方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嘎玛森格全程陪同代表团拜会了上述政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与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为了让年轻一代的藏人传承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于上周五8月23号连续第2年在屏东县的果硕大慈普利寺举办藏人儿童夏令营。在开营日当天，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和家长聚集在位于屏东县的果硕大慈普利寺。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在开营仪式上致辞时，详细阐述了该计划的目标。随后，果硕大慈普利寺的主持邱博忍波切向学生和家长致欢迎词，而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向与会者介绍了为期3天的活动安排。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与会藏人儿童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导师丹增南卓忍波切和果硕大慈普利寺的主持邱博忍波切的带领下，参观了寺院，并学习了如何点酥油灯、供香及磕头礼佛的方法，以及供品的使用及背后的哲学原理。上述2位忍波切让学生们了解了西藏传统文化的同时，教导他们如何阅读和书写藏文字母，以及介绍西藏的地图，并举办了藏文书法比赛。参加夏令营的藏人儿童还游览了位于台湾南部的龙卵殿自然中心、台湾最南端的鹅卵鼻灯塔和垦丁南湾海滩。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于9月3号至5号在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举办为期3天的西藏文化节。
司政边巴次仁将为文化节揭幕并致辞，随后将与印度前外交官迪利普·辛哈、印度空军退役中将维诺德·巴蒂亚和印度知名作家兼藏学家克劳迪·阿尔皮同台，出席以西藏与印度的关系为主题的小组讨论会议。在为期3天的西藏文化节期间，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第7世永杰明鸠仁波切将出席有关藏式禅修的讲座。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将介绍藏传佛教基础哲学理念。此外，主办方还将推出有关西藏的医学、佛教科学的讲座活动，并举办西藏传统艺术展、歌舞表演、电影放映、图片展览等活动。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